是文旦柚，还听那个麻豆王先生哦，园艺专家，又是家里有种那田里面有种那个文旦柚哦，40、50年老树的呢。哦，文旦虽然小小的，还很好的，很好吃的。哦，这文旦柚的叶子的，文旦是外来种呢，外来物种，说是这个越南的呢，越南的树种，然后有在北中南都试种，结果在麻豆发现，哦，那个成长最好，温度、气候、地形还是地势最适合文旦成长。它原产地越南呢，它在台湾哦，这个麻豆哦成长的最好。